弟子知错，请师父息怒。知错？可你看看你张小凡，现如今这腰板儿也直了，说话呢也不结巴了。想当年为师收你为徒的时候，那唯唯诺诺的样子，跟现在比起来，简直是判若两人呢。今天的事情你也看见了，大家伙都在为你背黑锅。如果你觉得真是过意不去，那就把之前的一桩桩一件件，当着大家伙的面说清楚。师父，无论小凡走到哪儿，都永远是青云门的弟子，与邪魔势不两立。既然如此，今夜你就下山，把那妖女的头给我带回来。哼！小凡，师傅在气头上，你别着急啊。好了，你坐下吧。大家先吃饭吧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坐下吃饭，坐下吃饭。师娘，师兄，你们先吃，我去向师父赔罪。对不起，师父。老七啊，你长大了，你也变了。为师说你变了，并不是指功法之事。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知道，你这个人呢，要是不想说的事情，就算把你杀了，你也不会透露出一个字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今次与以往不同。你知道你自己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令大竹峰，你令整个青云，陷入了怎样的一番境地？是弟子不好，给整个师门添麻烦了。老七，我还是你师父吗？是。师父的养育之恩，弟子铭记于心。好，既然你还认我这个师父，那我问你，你这一身的天阴功法，到底是怎么得来的？今晚之事，你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就算是父母也不能说，否则会有大祸。你懂了吗？师父，弟子答应了那个人，不能说。不能说？有什么比师父、比师门在你心里还重？你为了信守诺言，那你对师门的承诺呢？张小凡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将来如何立足于江湖？你一个青云的弟子，身具两派的功法，掌门会轻易地放过你吗？天阴阁会就此善罢甘休吗？是弟子不好，可是弟子至少问心无愧。你的问心无愧，使多少人需要付出代价？
为了信守你什么狗屁的承诺？难道你要放弃大珠峰？你要放弃师门？你要放弃我整个青云吗？孽障！孽障！是弟子的错，师父可以把弟子交给掌门惩罚，就算弟子死，也在所不惜。师姐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哦，只是小伤，很快就好了。师姐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，咱们俩之间无需遮遮掩掩的。小凡，刚才我爹肯定只是说说而已，难道他还真的让你去鬼王宗杀人啊？可是，你怎么那么倔呢？表个态怎么都不愿意啊？我不想欺骗师父。你不会真的是喜欢鬼王之女吧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忘了你是青云的弟子了？师姐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不再和碧瑶有任何的牵扯。但是我问心无愧，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背叛师门的事情。你喜欢他就是一种背叛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魔教心肠歹毒，阴险狡诈，她又是鬼王之女，她怎么可能真心喜欢你？她只会是在利用你。师姐，碧瑶她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不了解她。张小凡，你们俩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你要这样护着她？难道就因为她是鬼王的女儿，她就一定是恶人吗？我很清醒，她是否对我真心，这一点我比谁都知道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就为了她背叛师门？师姐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？你跟鬼王之女两情相悦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身上发生那么多奇怪的事情，你都不肯解释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知道每一次齐师兄问起我来，还有通天峰的师兄师弟们说起你来，我是怎么回答的吗？现在你让我被他们笑话，你让整个大珠峰被大家讥讽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，你知道吗？我错了，我只有一条命，谁都可以来取，只要能还你们清白，还整个师门清白。
人好生胆大，竟敢潜入我青云重地，对诛仙剑下手。师兄，而且此人不仅可以随意出入后山，还能用本门的玄清道功法打开幻月洞之门。那小灰猴正是张小凡豢养。我看这贼人多半就是张小凡。这绝无可能。张小凡昨夜就未曾踏出我大竹峰半步。那他半夜为何会出现在祖师祠堂？我看就算不是他，也必定是他和贼人串通在一起，然后派小灰协从。小灰乃是一只顽皮的猴子，小凡关心林惊羽，所以派小灰前去送信。那信呢？你嘴里说的信呢？天师弟，祖师祠堂乃是本门的重地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半点差池，而你的徒弟一回来，却屡屡惹出祸端。我看刘伯山也是他的苦肉之计吧。依我看来，他根本就是别派的奸细。到如今身份即将暴露了，所以他就狗急跳墙，要对诛仙剑下手了。苍松师兄，张小凡回到我青云之后，你对他是步步紧逼，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他一个人，恨不能所有的罪责都让他一个人承担。师兄啊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他张小凡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你如此的厌恶他，莫不成你是要置他于死地？天师弟，并非是我要针对你的徒弟，而是自从我执掌戒律堂以来，戒律严明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池。而他一来，却屡屡犯事。掌门师兄，此子身上疑点重重，不得不防啊。天师弟，苍松师弟言之有理，这张小凡确实有些嫌疑。如今诛仙剑被觊觎，咱们青云上下需要严加戒备才是。至于这张小凡嘛，我看必须马上把他押入戒律堂，对他严加审问。掌门师兄，林惊羽受化一事尚未查明，我看不如将张小凡先押往祖师祠堂，与林惊羽关押一处。如此一来，或许能够探查他们到底与此事有无瓜葛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靖宇，小凡，靖宇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早就好了。刘伯山的事，我已经听师伯说了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定海庄分别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等我回来，由我向掌门禀明实情吗？你看，你替我背了黑锅，还受了这么重的责罚。你是我唯一的兄弟，我当然保护你了。可是，好了，别哭丧个脸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和万师伯一起在这里清修，远离是非，没有烦恼，这比之前呢，可轻松多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虽说此次张小凡犯下了弥天大祸，但是我坚信，他欲盗取这诛仙剑，绝对
不管他隐藏的多深，早晚会有露出马脚的那一天。我把小凡送到你这里来，名义上是以嫌疑人扣押，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他。这一次，要是贼人再次现身的话，就不会有人怀疑张小凡了。小凡在你身边，也可以帮助你一起保护诛仙剑，以防备真正的盗贼出现。我看林惊羽他的功法也恢复了不少了，加上小凡，你们3个人联手，只要躲在暗处的奸细一出现，你们就可以将他一并诛之。那夜，蒙面人的出现，其实就是为了打探诛仙剑的下落。他只要查到了诛仙剑的下落，肯定会再次窃取。我们只要做好头阵。盗剑之事，就交给他吧。怎么，你担心他？不，青云高手如云，萧逸才虽已打探到消息，但打草惊蛇，青云必有防备，只怕他一人前往，难有胜算。他一人前往，自然是不成。我会安排旁人协助他。我们很快就要到青云了，金姐姐，你真要去吗？去。姐姐是想见金羽。我对他从来都没有过痴心妄想，只是听说他受了很重的伤，想去看看他没事就好。我也想去见小凡，可是我不想去青云。你是怕到时候与他敌对？我怕到时候我不知道是该帮爹，还是该怎么办。碧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向你辞行的，我要先行前往青云，盗取诛仙剑。还有谁去？宗主正在派其他高手与我同去。那我现在就去向鬼王请命，一起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要说这2厢情愿也就算了，这1厢情愿的也要去送死，真是愚蠢。愚蠢的人是你，先是抢玄火剑，再是盗取诛仙剑，你以为你有几条命啊？命只有1条，几时丢了也就没了。你是多怕毒神啊，这么甘心为我爹效命？我是在为你效命。我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少拿我当借口。哎。总是这么着急和我撇清关系，难道我就真的这么让你讨厌吗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不奉陪了。碧瑶，我这次去青云，怕是9死1生。看在我帮你爹，又曾经一路同行的份上，陪我喝一杯，全当是践行酒吧。怎么，怕我下毒啊？放心吧，青龙也会作陪的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兄弟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呐！盗不盗得了诛仙剑，你都要保命出来。这世上真正关心我的人，也就只有你了。
想到青云山去掉诛仙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？自然不会容易。不过我们的人已经查探到诛仙剑的具体位置，而且整个后山只有一老一少把守。若是把握时机，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。放心吧，不会是那张小凡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如果真的是张小凡守诛仙剑，该担心的人是你吧？如果我遇到了张小凡，你是希望我替你爹盗回诛仙剑呢，还是希望我被张小凡抓住，或者被杀了呢？免得我再来烦你。你爱怎么杀怎么杀，我不想知道。碧瑶，哎，你又不了解他的心事，不如让他喝醉了，也少一点痛苦。碧瑶，等咱们到了青云门，你如果不想和张小凡敌对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劝他放弃青云弟子的身份，投靠我们。让他放弃青云，还不如杀了他。即使如此，他只能是我们的敌人。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你去不去青云，结果都一样。青龙大哥，你说的我都明白。可是你让我怎么做呢？难不成跟你们一起杀上青云，去杀掉张小凡吗？我做不到。青云弟子，他们的命是人命，我们鬼王宗的人也是一样。这一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值得吗？碧瑶，各派已经集结，如在弦之箭。此时此刻，你再要想后悔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是啊。也算是不错了。来，我敬你们。师伯，弟子知道诛仙剑乃是我派至宝，可它究竟何其来历？您知道吗？数百年前，第一次正邪大战之后，魔教和青云门的关系十分紧张，而七脉之间新老辈分的关系也十分复杂。当时青云的掌门，也就是我和师兄道玄的师傅天成子，想把诛仙剑传授于我，
并命我接任掌门。 可是，那次正魔大战，青云门折损了多名弟子，我因私情而犯下大错，被师父责罚。师兄道玄接任掌门，而师父因使用诛仙剑，耗损修为，驾鹤西去。此后，我被前往祖师祠堂，看守诛仙剑。诛仙剑威力巨大，但会折损持剑人的阳寿，所以。 轻易不得使用。青玉，现在你该知道看守祖师祠堂的意义了吧？弟子定会全力协助师伯，守卫祖师祠堂与诛仙剑。小凡，你师父把你送到我这里，并非是责罚于你，而是委以重任。弟子明白。 请师伯放心，弟子愿付出生命，去保护好诛仙剑，绝对不让它落于敌人之手。小凡，啊，师父，为师来看看你，在这里是如何修行的。师伯命弟子白天打扫祠堂，夜里抄写青云心法，不敢怠慢。好。师父前来是告知我，师门将如何处置我。小凡呐，若是掌门责罚于你，你可否会心生怨怼？ 弟子不敢。弟子愿意即刻前往玉清殿，向掌门真人解释。若再不解，把我交给焚香谷、天音阁处置。我不愿再拖累师父，让大珠峰蒙羞。张小凡，难道我就这么顾忌大珠峰的脸面不成吗？你知不知道？ 现在我青云已陷入到何等的危机当中！现在的状况是扑朔迷离，很多事情已然是不系于你一人之身。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内奸之事，那我青云将会陷入绝境之中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如果还认为我是你师父的话， 接下来的一切都要听从我的安排，不要再肆意妄为、胡乱行动了。是，师父。你食粮，让你们熬着喝了。不用麻烦了，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不需要再吃药了。这是师父过来的时候，师娘特意让他带过来的，给我们补身子的，必须喝。
我以前错怪了你师父，他和你师娘待你真好。可是我总是让他们担心。自从来到青云门之后，就没有一刻让他们舒心过。或许以后会更让他们失望吧。小凡，怎么了？你说鬼王宗来盗取诛仙剑，碧瑶会不会来？当然不会。可是我听说，鬼王想收你当女婿，这也许是鬼王宗的离间之计。还是你懂我，但是他们都不相信。小凡，那你真的可以放下碧瑶吗？我会放下的，我也一定要放下。青云，你还记得我们在于都的时候演的那场戏吗？记得。剑一和凤梨，难道是？没错，我猜就是师伯讲的自己的故事。他告诉我们诛仙剑的来历，说当年因为私情而犯下大错。或许他就是在提醒我们，当私情与大义不能兼顾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出选择。所以你选择和碧瑶分开，返回青云。这里有师父师娘，有师兄们、师姐，还有你，我当然不会放弃。而且，我跟碧瑶不会像戏里所演的那样，抛开世间一切，相依相守。养伤的这段时日，我一直在想，若这世间没有恩怨，无正魔对立，是不是大家都能够过得舒心一些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这世间没有仇恨，没有杀戮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我曾经念念不忘灭村之仇，一心苦心修炼，没想到最终大仇未报，反而被废去了武功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回来。我倒是庆幸，你那个时候没有跟我一起回来。说实话，刚失去功法那会儿，怎么会没有怨愤和委屈呢？但是在万师伯的劝导下，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。学习功法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什么是正？什么是魔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小凡，你是对的。你比我想的更多，比我看得更远。学习功法，是为了这个世上不会再发生像咱们遭遇的那些事，是为了保护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。师伯，师侄来了，是你师父让你来的吧？我来是想问问师伯，小凡的情况。承蒙你还这么关心他，雪琪啊，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儿。你和小凡一路同行，
失职。感谢你对小凡仗义直言。人生在世，但求无愧于心而已。小凡始终坚持本心，方是难得。你如此的坐立不安，是担心魔教再回来？师伯，你怎么知道？该来之时，就算你如何的心惊胆战，他还是会来。所以，不如淡然处之。师伯说的是，魔不是魔，正不是正，魔即是魔，正即是正。魔由心生，世间种种，大多因执念而引起的。你的心中，又何尝没有执念呢？师伯提点的是，连金羽都放下了，我又为什么还放不下呢？小凡，你今后的路该如何选择？要你自己考虑清楚之后，才能走下去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寂寞，谈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的青涩，眸中的淡薄，一场梦，谁都无法触摸。我醉在尘世中，恍然若梦，睁开眼，时光交错，一份情着了火，一颗心着了魔，谁为谁失魂落魄？时光笔墨，难画你我，刘海不要太多，情开一朵，爱难临摹，用我一生陪你挥霍，收到恒星都坠落。一份情消了火。